呀，大个羊，还上羊啊！辛苦了，朋友，这大羊还上羊。其实我吃不了这么多米饭。对啊，你就说这吃不完的，这不浪费，这多不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就是，这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嘛。对，你吃饭该给我。对，你看，这没什么的，真香。可是何姐姐刚刚说她吃不了这么多米饭的哦。吃不完就给我，我不介意的。我也是。魏宇宙他们在里面吗？你是？我是他们同学，我叫刘婷婷。那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我来迟了。那要不我带你回去？我很喜欢你演的剧。是吗？谢谢。那我们回包间聊吧，要不？不了。你可能现在不太清楚，我在这儿聊天不太方便，我先回包间等你吧。魏宇宙跟你在一起会有结果吗？你想的太多了，想的太多会没结果，反而苦了自己。急急忙忙的走，不也是想太多的表现吗？因为你也害怕被人认出来，不是吗？这到底是顾虑太多，还是害怕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不会就这么结束的。哎呦，舒服吧？真厉害！哎呦，哎，某些人不是说还有10个问题要问吗？我薛某人啊，把10个问题都给你们。问吧。魏宇宙，咋了？我终于知道你最近反常的原因了。我反常？原来你谈恋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谈恋爱啊？平时不怎么说话的魏宇宙，今天可是和超级大暖男一样的，处处为何同心着想。哎呦，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，什么没关系？就是没有关系啊！那为什么今天带他来的是你，不是你表姐？我这事我怎么和我表姐说？还有啊，你们都答应我的，这事千万别和别人说了，听到没？他这是在求我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姐？没事。那今天要不就这样吧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什么，要不就……我们先走吧，我们先走。谢谢你，姐姐。不客气。谢谢你愿意今天来看我们，我也很开心。拜拜。
还能再见面吗？啊，那个他说的意思是在电视上。哎，就是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那姐姐哎，行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先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哎，我没看，他看的。是你让我停的呀，你干嘛？我没干嘛呀。哎呀，那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怎么感觉有点冷？你衣服呢？在会所。他们走了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姐你别吓我，我胆子小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走啊？咱们现在这个点打车呗。打车？对啊。这里是私人会所啊，哪有人会在这儿打车的？嗯，说的也对。我有办法，走，跟我来。怎么样？还好我留了一手。你哪来的自行车啊？你口罩戴好。你先上车，上车跟你说。好吧。拜拜。姐，怎么了？其实你可以侧着坐。哦。好了。你帽子呢？是不是丢里边了？对，刚才出来的时候忘拿了。你先用我的吧，还好我还有一点。喏，先用我的吧。可以啊。必须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们出发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还没告诉我这车到底哪来的呢？还好我拜托薛毅然提前准备了一辆，以防万一。走喽。你说你是让谁准备的？薛毅然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这样那样？我送他回去，你们几个又不认识路。哦，你认识？我今天是他司机。哦，老司机。薛毅然，刘婷婷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你今天带他过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看到吗？我先走了，薛然，送他回家。我自己能走。松手，让我把话说完。你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没说？为什么你总是在学校装的神神秘秘的？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连帮你的资格都没有了，是吗？我们回学校再说。薛毅然，送他回家。何重新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的人我一定会得到的。
快去洗澡睡觉吧。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对呀，姐，你怎么不去睡觉？我还想在这再待会儿。那我也一样。你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你呢？我当然是等你洗漱睡觉之后，我才好干我自己的事啊。求我？你边儿去！你不求我，我哪也不去。你爱去不去？那个刘婷婷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不是，那鞋是他送的吧？是。哎呀，我都扔掉了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洗澡了呀？你坐下。那个女生刘婷婷啊，好像挺关心你的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那倒是没有。谁要是敢欺负我姐，我就跟他拼了！今天上课还有谁没带笔记本？这次上课内容至关重要，大家做好笔记，瞪大眼睛。喂宝宝，我们都有，我们都有。下次罚他，老师。好，下面开始上课。刘婷婷今天没来上课，她室友说她阴了，没有人去找她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老子你自己怎么说？我要是能去，我问你。这样找是找不到他的。我找的不是人，你找不到人还骂人啊你？我真的不是在找人。过分了，吴宇宙。你知道附近哪有蛋糕店吗？你要买蛋糕送给刘婷婷？哎呦，不是要送给她。那你在干嘛？哎，算了，不用你管。不是，哎呀，吴宇宙，我怎么发现你对你奇奇怪怪的你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刘婷婷喜欢你那么久了，你是不是好歹也关心一下人家嘛？我看你也挺关心她的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这是喜欢人家呢，还是在真的帮我解围呢？行，你要找什么我帮你找。我想一个人找。你一个人怎么找得到呀？我说什么你怎么就不听呢？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。行，等会儿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想人家刘婷婷喜欢你那么久了，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她会想见你吗？再说了，你这样做的话，只是图一个自我安慰。更何况，那天她还看到你和何东兴在一块儿，你俩骑个单车，俩手一抱，我看着我都喘不过气来。我哪能想到被他看见呢？哎，再说我和刘婷婷的事，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子，你来啦。林子，你该不会也回不去家了吧？你这是要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吗？这些啊，全都是送给你的。哇，这么多！这个是最新款吧？啊，我想要这个好久啊！谢谢你，林子，还是闺蜜对我最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别这么激动。怎么了？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风上扬那个狗仔啊，终于肯松口了。真的？你快说。那个风上扬的出手是真大方，一甩就是一沓钞票。那些狗仔啊，天天为了他找你的消息，没有一个愿意松口的。那些人还真是敬业啊！但是偏偏有一个在跟着我的时候，被保安逮了个正着。你谁呀？你干嘛？你谁呀？你怎么随便进门小区？你想怎么样？咱们这边有情况，你们赶紧过来。啊，我这个小区业主。业主？对。住哪栋哪单元？我3栋2单元。老胡家的？啊，对。你是老胡他离婚在外的？对。听说他儿子在国外出车祸了。这不好了吗？他是我请来的摄影师。啊，这摄影师是这样。我请他过来帮我拍几张肖像。你也知道，我这种身份是不方便进肖像馆的。所以你不是老胡的人。行了，你进去吧。谢谢啊。林子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？那必须的。怎么学魏宇宙的语气说话呀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后来呢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。说3个字很难吗？谢谢啊。既然要谢我的话呢，那你帮我一个忙。风少阳喊你来的，对吧？放心，这里没别人。那何童心和风少阳的照片是你拍的吧？不，我在现场，是有人发消息告诉我，去招商会的书记区去拍何小姐。就这么多了。信息是谁发的？说吧，说了就没你事儿了。风总的助理王晓峰。林子，还是你厉害啊！他听到我的录音以后呢，就主动找我，说王晓峰安排他今晚和我见面，为了打探你的消息。今天吗？是的。为什么是今天呀？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。这几年你的生日、我的生日
大家忙的都没空过，提不提呢，其实也都无所谓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林子。没事儿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快？嗯，好吧。我送你。拜拜，拜拜，照顾好自己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哼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去给你做。哼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去做饭了。陆宇正，我在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今天不想吃你做的菜。我说我今天不想吃你做的菜。没关系，你要是不想吃我做的菜的话，我可以在这陪你啊。真是无药可救。你这个态度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这个态度，怎么了？这个吃不吃啊？我们学校附近也没有什么好的蛋糕店，我就找了一家自己做的。放心，我没放糖。生日快乐！真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既然你都做了，那我尝尝吧。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还不错。真的？嗯，你也尝尝啊。我就知道，防不胜防呀。别动，我给你画个大饼。干啥呢？完了，你被人发现了，我去给我姐打电话。等一下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等啊？万一这真的，你得上新闻怎么办？你怎么一点不带着急的？英子已经跟风上阳那边的一个狗仔联系上了，他们应该已经在交涉了。姐，那这也是两码事儿啊。不相信英子。那几张照片到底在哪？林小姐，
不是我不说，风总那儿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的。他威胁你了？嗯，你想不想脱身？想。所以我希望你明白，帮我就是在帮你自己。我明白，可是我当然知道，你如果帮了我，那个风少阳绝对不会放过。你告诉我，那个王晓峰除了让你跟着我，还让你做什么？如果我说的话，那上次你和我的那个录音，可以。王晓峰告诉我今天是何小姐的生日，让我跟着你，说不定能摸索到何小姐的住处。那个王晓峰还安排其他人了吗？我跟他们说，就我一个人来见你，他们怎么了？说话。他们跟了您1天。林小姐，何小姐的住所，我想风总一定有所了解。林小姐，您答应我的。我不是风少阳。有何同心的消息了吗？不说话，那就是没有了。啊？拿过来吧。这就是你出的馊主意，啊？2周了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峰哥，原本定的剧，资方请了王导。你觉得我还在意这部剧吗？王导说了，这部戏按原定的计划执行。真傻，还是假傻？这戏是他王导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那当然是峰哥你了。想拿王导压我？我哪敢呀，峰哥！我就是向您汇报一下这个戏剧里的进展。资方现在对何同学什么看法？资方目前因为找不到合同金，目前只愿意拿出原定预算的30%放到剧里。30%，并且包括演员部分。这他妈是在打发要饭吗？啊！峰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合同金的。今天，如果你派出去的人没有何同心的下落，就从这里给我滚出去！
永远别让我见到你，啊！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姐？什么姐？谁是你姐？哎呀，薛逸然，你一大早上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出大事了，你赶紧来学校。我今天有事，我去不了学校。魏宇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不是，什么事儿？谁的事儿啊？何同心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过来。我马上就来。我现在去趟学校，你在家里哪里不要去，然后抓紧时间联系我姐，听到没？等一下，啊？你今天的发型有点乱。哎，行了，这个现实照片你们真的不能看。别拽了，这照片对魏宇宙影响真的很大。咱们都是同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别。魏宇宙，什么东西啊？走，出去说。什么东西啊？快过来！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事不是我张罗的，提前跟你说。里面那几位已经看到了，其他人我不知道。你先给我看一下。好，想清楚。还好我发现的早，当时直接给抢过来了，没有给他们发朋友圈的机会。你没事吧？刘婷婷给你的。你再看看反面。他现在人在哪？他室友早上送过来的，人我没看见。现在怎么办？糟了！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不是，你现在找是没用的，你找到他之后，我帮你。哎，魏叔。魏叔。你们谁见刘婷婷了？我跟你们说话了，你们谁见刘婷婷了？你生什么气呀？就是，刘婷婷在哪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问问题态度不用这么恶劣吧？哎，人家有何同心那条大腿在了，我们这些小人物，某人还真不放在眼里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张照片一定是刘婷婷拍的？算了吧，你这么气，他们是不会跟你说的。等你回去，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我再跟你说。跟你走。你想啊，这个照片，如果刘婷婷真的想要大家都知道的话，她是不会把它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走吧，走。哎，真的。对不起，刚刚是我态度不好，我跟大家道歉。拜托大家千万别把这事儿说出去，拜托大家了。我们都是同学，是不会为难你的。
谢谢大家。啊，对，是吧？这本来就是小事情嘛。那个大家没事了，坐吧，没事了啊。林姐，那件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我带着几个狗仔车跟着我逛大街呢。你该不会也回不去家了吧？这个倒是不至于，他们就只是想找到你的位置。风上的狗仔说他们昨天有跟着我，但我看今天的新闻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估计小区保安措施做得不错。可是昨天好像有个人拍了我的照片。你看清楚那个样子没有啊？没有，就只是一个黑影。就一个人？嗯，就一个人。他们跟了你1天。林小姐，何小姐的住所，我想风总一定有所了解。你先别担心，这个人要么想勒索点钱，要么就是有其他目的。只要有人联系你关于这张照片的事儿，你就立刻打给我。好。而且我猜测，他们还没有找到你的位置，你现在应该很安全。谢谢林姐。有突破口了，我再和你说。嗯。林总，那张照片拍的不专业，应该不是狗仔拍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去查魏宇宙的女同学，查怎么样了？女生叫刘婷婷，家庭条件很一般，跟魏宇宙啊是同班同学。因为喜欢魏宇宙，2个人啊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。哦，对了，女生微博更新特别勤。你把女生的那个资料还有照片全部发我手机上。好了，林总。行了，别打了。你这样撒气是没用的，拍都拍了。你想追你的人那么多，要我说那个照片也不一定是刘婷婷拍的。她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刘婷婷，你也不是原来的魏宇宙了呀。从来不迟到的男神魏宇宙，现在居然也会逃课。你没逃过课？哎呀，魏宇宙，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有点……我怎么了？有点自私。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见啊？我也有我自己的隐私啊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到现在还在一直不停的我。可是我做这些事儿，我也不是全都是为了我自己的，你懂不懂？是吗？魏宇宙，有的时候你真的得换位思考一下，这样你就会发现，刘婷婷，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真的。不过也无所谓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。我自己。哎，林大经纪人。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林大经纪人。你好，学姐。你好。大经纪人来我们学校，不会是上次那事儿吧？上次那事儿？对啊，你不知道那个？你们有事瞒着我？啊？怎么会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就是。对呀。介意让我和魏宇宙单独说几句吗？
啊，行，你们聊，反正我挺闲的，我先走了啊，我还有课呢啊。姐，你等下。你不是说去上课吗？你在这干嘛？体育课呀，大哥。快去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林大亲姐，我先走喽，拜拜。拜拜，快上课。快点儿呀！走吧。你俩现在处的不错嘛？这是我一个同学拍的，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了。刘婷婷，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但她大一追你的那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什么我的事儿你都清楚了？现在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啊？对啊。说实话，我知道这些照片不是狗仔拍的，我倒是放心很多。我现在都害怕的不敢回家了，我担心。我担心何同欣。不管这个照片是不是刘婷婷拍的，拍照的人既然写下这些字，我觉得他就是希望你能看到。那你觉得会是刘婷婷拍的吗？这个我也不好说，但据我对女生的了解，如果是刘婷婷拍下这些照片，她要是想宣扬，你也阻拦不了。那岂不就是？但依我看，她目前是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。真的？毕竟她要看看你的态度，才能决定她下一步的决定嘛。我的态度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哎，姐，我还没问完呢。你都大4了，大男子汉对付这些事还需要我帮忙吗？哦，对了，何同欣的事儿你不用操心，就这样。今天大家都怎么了？嗨，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姐，你生日昨天不是过了吗？对啊，但是你的还没过呀。我的？今天我给你提前过。当当当，送你的。哇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快试试。我试试看。不对呀，这鞋怎么那么小啊？我是对照你其他球鞋来买的，不应该呀。我再试试。你是多久没有买新鞋了呀？又怎么了？扎着我脚了。姐，你
这鞋在哪儿买的呀？网上啊。怎么了？逗你的，是真的。你吓死我了！刚刚好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姐，你知道试球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真可爱。你是在说我吗？我是在说星星了。那你就是在说我。星星本来就是属于宇宙的嘛。我发现你真的很会撩人嘛。我说的就是宇宙。你在想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这是在跟我道别吗？姐，你别吓我。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姐了，宇宙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呗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特别自私？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？直到你送我这双新球鞋，我发现我并不是特别开心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自私的。如果你要是总这么想的话，那活着岂不是很累？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真的吗？至少你为了我付出了很多。那你帮我捶捶背吧。你可太了解我了。哎，来，转过来。可以啊，魏宇宙，那必须啊。我在网上查的，这个菜是。哎，我做菜给你吃。走，给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走，跟我走。我姐那是才华与美貌合璧为一身的女神。就注定你是我等待的缘，一点点，忽然间，你变成我的中心点。宇宙，我在。我可以吻你吗？是你的宇宙，做你的永远，你是我的星星。是我的依恋，你为我靠路线，我向你开心点，在最好的时间，在最美的地点，我想和你永远。魏宙，你去哪儿？
衣服在洗衣机里面，明天早上自己挂一下。要不要帮忙呀？你来啊！好嘞。你看，这上面有个叫安全扣，如果像你刚刚那样硬拽的话，那你这些名牌内衣……闭嘴！回去。哦。我可以吻你吗？何同心真傻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魏宇宙今天又没来上课。魏宇宙不知道，刘甜甜今天肯定不会来了。就说照片是真的，我看都没看清，就被他给抢走了。要不问他？他不是说他无所不知吗？看他那样就知道没戏。太过分了，好像我听不见一样。魏宇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快出现，快出现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的魏宇宙快降临！虽然完了完了完了，没辙了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你们一定要有问题的话，我觉得说出来会伤大家的和气，索性就不要再问了。就是你们如果真的想问问题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在这好好坐着，等待那个人的出现。可是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么多可是的话，就不会有误会这个词了。神经病！
不是你向我们打听刘婷婷的消息吗？哎，对啊，他们是要问刘婷婷的问题啊。不对，这么八卦，肯定是想套出有关魏宇宙的问题。魏宇宙如果今天不来怎么办？那我拿什么跟他们交换？还是撒谎吧，蒙混过去再说。不行，谎言只能换来更多的问题。我薛依然从来不做这种事。你不想知道那算了。不，我在听着呢。魏宇宙和童心两个人什么情况？不想出现的情形，最终还是出现了。初见，我在人群中见了你一眼，一面就注定你是我等待的缘。一点点，忽然间，你变成我的中心点，我围着你绕圈。我是你的宇宙，做你的永远。你是我的星星，是我的依恋。你为我靠路线，我向你开心点。